我这次做的这个 Chatbot 是希望它可以做一个物理上的应用，就有时候像学生在家里有一个物理家教的概念，所以我们就先给他一个 prompt。然后就是他就是学生在家的时候，他就是仿照一个物理 AI 家教，但是呢，最主要是他不直接给学生答案，而是用引导式的方式去让学生学习。我举个例子，尤其是在这边给他下了一个 prompt， 就举个例子给他会更好理解。像6×8，我们不直接给他答案是48，而是让他用6+6加了8次以后等于48这个概念去引导学生因价式的架构学习，然后最后这个 Chatbot 最主要的应用语言是中文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给它加一个繁体中文。